炳叔啊，我加入咗建築呢行之後呢，先發覺起一棟樓真係唔易㗎，淨係講砌磚呢個工序啊，就已經唔簡單啦。係啊，國強。不過我哋做得呢行，難極都會識做嘅，爭在你做得夠唔夠好嘅啫。咁不如而家等我呢個老行專阿炳叔嚟同大家講下點先至算係砌磚嘅優質工序咧。國強，你都入咗行一段日子啦，應該就學咗唔少嘢噶啦，不如同我一齊講咧。好啊，冇問題。嗱，咁要做到優質嘅樓宇，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咁而磚牆呢，其實主要就係愛嚟做樓籠裏邊嘅間牆。如果要做到優質嘅話，咁材料嘅質素同埋砌磚嘅技術都好重要嘅。我知鋪磚牆除咗要鋪砌得平直企啱曲同埋穩固之外呢，磚縫仲唔可以有罅兼透光，一定要密密實實咁至得噶嘛。冇錯啦，所以喺砌磚牆之前有好多準備功夫要做嘅。嗱，好似我哋就要預先根據圖則、施工章程同埋合約細則，將有關嘅材料，例如磚啦、英泥啦、沙啦同埋磚路網嘅供應商資料、尺寸型號同埋佢哋嘅測試報告等等，交俾則師批核噶。另外呢，承建商仲要根據圖則同實際環境嚟制定一份砌磚施工程序建議書，即係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 啦。啊，果然係讀書人，英文都講得準過人。咁呢份 statement 入邊咧就要列明晒施工方法啦、收貨標準啦，同埋驗收程序啦，然後再拎俾則師修改同埋批核嘅。喺集齊晒最新批准嘅施工圖則之餘，仲一定要確保有關嘅屋宇設備施工圖同埋樓窿圖都已經俾則師同顧問工程師批核過先得嘅。咁圖則有齊晒，就輪到要準備工具同埋材料噶咯。先講工具啊，分別就有線稱啦、麻線、磚刀、灰瓷、推尺、長壓尺、長平水尺、撈英泥沙用量斗同埋電動拌沙機噶。而材料呢就有磚啦、英泥、沙、石屎門楣、6mm 油咗瀝青油嘅原鐵或者原水鐵枝同埋磚路網嘅。咁另外水都好重要嘅，好似我哋都唔會飲污糟水啦，所以用政府供應嘅自來水就包冇錯。如果要用其他水源嘅，咁水質就一定要符合測試標準至得噶。既然啲料咁講究啊，咁擺放同埋儲存自然都唔可以求其啦。係啊，好似石屎磚啊、英泥啊、鐵枝啊，同埋磚路網都一定要擺喺有蓋同埋乾爽嘅地方，兼且要墊起佢嚟擺，千祈唔可以整污糟同埋俾水整濕噶。啲英泥仲唔可以放得太耐添，要先到先用，硬化咗又或者起粒嘅英泥咧，就要即刻運走，唔用得噶啦。另外啲石屎門楣啊，就好似人個堂楣咁，要一條過，唔好斷開至好噶。所以喺搬嗰陣時就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整斷或者整裂佢，跟住就要分類咁排好，唔好有碰撞。咁大家知啦，地盤除咗呢啲材料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材料出入噶嘛。為咗方便大家運送咧，所以放材料嘅位置就要先同其他工序配合過至好啊。而且喺搬運嗰陣時咧，除咗要顧住材料之外，仲要顧住自己啊。開講都有話啦，安全第一就命長久啊嘛。咁當你磚運到地盤之後啦，承建商就要嚟做抽樣檢查，量度下磚嘅尺寸同埋曲尺，兼且要檢查磚嘅表面夠唔夠平整，有冇粗鞋起粒，就好似你都唔想你女朋友塊面鞋霎霎一粒粒㗎。梗係唔想啦。另外，如果沙眼過多同埋唔合規格嘅磚都唔可以用噶，要即刻運走噶。未算，為咗要做好品質嘅控制，承建商就要依照則師嘅要求，將啲磚送去實驗室做抗壓力測試。英文啊，即係compression test 啊，炳叔。係啦。嗱，情形咧就好似我老婆話要 keep 住個身形，所以去做啲脂肪測試一樣。唉，
啲磚就話要遮，佢一睇就知道尺嚟得嘥氣啦。咁 check 下都冇壞嘅，